我喺25年嘅3月12號用咗1個下晝就完成所有離港清稅手續，攞到釋款書。我會將我嘅經歷歸納為10個要點，希望幫到你。第一，稅局係唔會接受你嘅電郵通知嘅。講緊嘅係清稅好重要嘅一環，就係稅局寄一份報稅表俾你填，而嗰份報稅表係個個都唔同嘅，係冇辦法上網下載，一定要等稅局俾你嘅。而佢俾你嘅前提係佢知道你計劃離開香港。點樣通知稅局你要離港呢？如果你 Google 搜尋過離港清稅，其中一個結果就會係政府網站嘅 PDF。撳入去你會見到4種方法，包括打電話、電郵、傳真同埋郵寄。咁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揀電郵㗎啦，而我亦都唔例外。所以我將需要嘅資料寄晒去 PDF 指明嘅電郵地址，而佢亦都生成咗一個自動回覆，證明我冇記錯地址。但係我等咗7個工作日都係毫無音訊，所以我打咗喺稅局嘅熱線度問，職員話俾我聽只有2個方法，第一郵寄，第二係親身去。其實你之後交報稅表俾佢都係要親身去交噶啦，咁就一次過啦。只係有啲奇怪，官方製造嘅 PDF 原來都同事實不符，誤導咗好多教學影片同埋網站。所以喺度再次強調，稅局係唔會接受電郵通知嘅。第二，帶 IR56G 表格。當你向公司請辭，而佢又知道你計劃移民，佢就會扣起你最後1個月人工，然後俾呢份表格你，等你清完稅先會出埋最後1個月糧。呢張係 IR56G 嘅樣本，佢標題寫到明你會離開香港，入邊會列出你嘅個人資料同埋你過去1個財政年度喺公司得到幾多人工。你要帶埋呢張嘢去稅局，佢先會俾個報稅表你嘅。第三，帶埋上年嘅 IR56Boy 表格。我去到稅局收到2份報稅表，一份今年，一份上年。你係要申報埋上年嘅收入資料俾佢，所以你必須帶埋上1個財政年度嘅 IR56Boy。呢張紙公司每年都會出俾你，入邊會列咗你個人資料同埋收入證明。你最後交報稅表係要連同呢張紙一齊交俾佢，所以一定要帶埋呢張紙先做到清稅嘅。第四，帶黑色原子筆，填表要用黑筆，嗰度有提供，但係完全唔夠用。何苦俾呢啲嘢棘住自己呢？大字佢啦。出門口之前記得 check 下有冇墨喎。第五，記低親人嘅身份證同埋生日。你填報稅表免稅額嗰欄係要填埋你親屬嘅資料嘅，咁特別係父母嗰欄仲要填埋身份證號碼。但係你係唔需要帶埋佢哋身份證副本去嘅，就咁填就得㗎啦。所以出發之前記低佢，就唔使喺填嘅時候臨急臨忙打電話去問啦。第六，揾個好地方填表。你去清稅係要揾返自己嘅評稅組別，每個組別都有專屬嘅房間。房間入邊有啲枱凳俾人坐低填表，但係以當日 B 組房間為例，實際有2個問題。第一，得幾張凳唔夠坐，你可能要企喺度填。第二，入邊好多人講電話，嘈冤巴閉。報稅表係密密麻麻，好多字要睇，好多嘢要填，所以你絕對需要一個舒適安靜嘅環境去做呢件事。同一層仲有其他評稅組別嘅房，入邊可能係好少人，就好似當日 A 組呢間房咁樣，係1個人都冇。你可以攞晒啲文件入去慢慢填，慢慢睇，張枱任你用，冇人同你爭。你填錯填漏，要翻手再做嘅機會就少啲啦。所以唔好困喺自己間房，勇敢出去揾下啲好地方。第七，交報稅表唔使再排隊。你去評稅組嗰度排第1次隊，係登記資料，話俾佢聽你要離開香港，跟住佢就會俾報稅表你填。你填完之後係可以直接行去隊頭交返俾佢，唔使再由頭排多次㗎。當日所見，個個人都係咁做，我都係由佢哋學識呢招，而職員都唔會話你㗎。第八，留意嗌名。你交完報稅表，佢係會叫你坐低等嗌名嘅。但係頭先講嗰間房好多人，好嘈，
而且職員嗌名係唔用咪嘅，佢就咁隔住塊玻璃，仲要戴住口罩嗌，所以冇你想象中咁易聽到。如果佢嗌幾次都冇人應，咁就當你唔喺度噶啦。第九，留意食飯時間。無論你屬於邊個評稅組別，佢哋嘅食飯時間都係12點半至1點半。呢一個鐘係冇人辦公噶，唔好上去。第十，如果你唔係揸電單車，可以刪咗呢條片噶啦，拜拜。如果你有揸電單車，又想拍稅局對面木園街呢個骨位，咁我要提提你，就算你拍咗入去界入邊，都會有機會俾人推返出嚟，跟手中埋320。我嗰日淨係預計自己會拍半日，所以冇諗過防盜問題，點知就賴咗嘢。我揸咗2年電單車，都未試過咁撲街。如果你打算用呢個骨位，一定要帶埋碟鎖，